咱看即马这风城风台呢，离台湾已经愈来愈远啊，也毋过伊的外围环流也是带来大量的雨水。气象署是针对双北甲宜兰来发布大水雨特报。目前台北、新北甲宜兰的山区拢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也毋过敢会停班停课，也是要由地方政府来裁决。 大丛的树仔倒伫路中央，缀着巴士加载，无人受伤。这是新竹东门国校的树仔，因为风雨伤大倒去。这两天新竹以北的雨较粗，北部真侪所在拢传出路树倒去的灾情。根据气象署8月9日的统计，台北市拢总累积739毫米的雨量，新北533毫米，宜兰441毫米，桃园335毫米，基隆也有323毫米。其中雨水量上侪所在，就伫台北市的擎天宫，拢总落624毫米。最主要的降雨呢，其实通通都是集中在比较偏向是桃园以北到宜兰的这个区块。那在今天呢，其实早上的降雨呢，非常明显的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，甚至在宜兰比较偏山区的部分。气象署也针对双北、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，针对台北山区发布超大水雨特报。那以目前的雨量来看，有3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 那目前我们的特报呢发布的状况是双北和宜兰是来到这个大豪雨，那在大台北的山区来到超大豪雨的情形。那不过这个雨量呢跟会不会上下班这样的状况，其实是来自县市政府对于这样的雨量报告呢会有一些自己的决策。 气象署指出，目前伫咧新竹以北和宜兰地区，拢出现6级至7级的阵风，有的所在甚至出现10级至11级的阵风。文化大学的风，阁有透早出现12级的阵风。也若这款大水雨会落到当时，气象署表示，双北和宜兰地区恐惊爱落到拜高，提醒民众注意安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